咱来看中国湖南，8年来因遐流传一种敢若有女性会当使用真神秘的文字，叫做女书。这嘛是全世界唯一一种女性的文字。在古早时代，女性会透过写女书，甲姊妹伴讲心内话。即嘛，这种文字已经强要消失，当地人是当积极要抢救这种文字。 写出来字又长又雅，笔触正幼，用毛笔写出来这种正整齐佮流美的文字，是中国湖南省江阴地区流传8年的女书。过去这个在女性之间传承，有正神秘的色彩。Unlike Mandarin, Nushu is written in a rhombus shape. The characters are elongated, the lines are gracious like a woman. There are only 4 basic elements: dots, then vertical sloping, and arched lines. 专家认为，女书和农村的妇女会当表达因家己的观点，展现甲顶流阶级无同款的女性样貌。既唔着翁，大家达官苦读，翁死了无囝儿，这款被写来女书是伤心加痛苦的记录。 Once she taught me how to write it, I could teach it to my friends. We were very careful not to talk about our writing in public. The boys didn't know. 即马伫女书博物馆内面，除了用展览品来介绍女书，也继续替当地女学生上女书课。不过，虽然女书无过再是秘密，但是全中国有限这个6位女性被认为会当做女书的传承人。女书的传承也是有危机。公司新闻牛眼编译。